來看高雄岡山有一名寬港設施里長李有才和伊的後生等人呢，涉嫌在去年11月，甲上百噸的廢棄物囤在過世界附近的山坡地，破壞當地水土環境。檢方在今日偵結了後，甲李有才等12人和3間公司，依照廢清法等法來甲因起訴。那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呼籲法院，對這寡環境污染的業者，就要甲因罰較重咧。真濟本數甲山坪砍去臭癢癢。去年11月，高雄岡山碧豐里里長李有才利用里長甲環保公司的背景，甲後生等人，甲總量差不多233噸的廢棄物，分別抌佇月世界附近的山坪，嚴重破壞水土環境。檢方送來伊偵結，伊則違反廢清法等法，起訴李有才等12人，甲3間涉案公司，嘛建請法院判重刑。承租高雄市岡山區新樂街、燕巢區安昭路等3處廠房，揚稱從事木材加工或資源回收，實際作為垃圾堆置及轉運場所，並指派司機施某等人長期載運傾倒廢棄物。廠房囤真濟廢棄物，敢若新樂街廠房就有1145棟。李有才爸仔囝甲4人的嫌犯成立合法清運公司，向營造公司甲工廠講，會當甲廢棄物清運去分化廠，毋過煞囤佇工廠，也是非法抌佇山坪。環保局用2天甲清煞，已經向行為人求償代清理費用，佮依照廢清法裁處最高300萬罰鍰，加廢棄程度去考證。要求業者能夠持續的來履行這個責任，那也希望在整個在處理廢棄物的這個機制上落實查跟管理。陳其邁希望法院對環境污染業者愛判重刑，因為李有才等人用非法烏白氮節省差不多4665萬的處理費，另外閣收1883萬的清潔費用。檢方已經依法申請沒收，也是甲討倒轉來，也是犯罪使用的運輸甲車輛，同款依法申請沒收。記者採訪報道。